黃色暴雨警告生效。天文台話，一道同低壓槽相關嘅強雷雨區正影響廣東沿岸同埋南海北部。強雷雨區主要影響香港島同埋九龍一帶，喺灣仔軒尼詩道雨勢頻密，喺巴士站都要擔住遮等車，冇帶遮嘅就只能夠喺港鐵站嘅出入口嗰度暫避。對岸尖沙咀雨勢相對比較細，但維港能見度頗差。而喺西九文化區草坪舉行嘅咖啡節，有入場人士冒雨品嚐咖啡，檔主忙於加上膠布擋水，但草地俾大雨沖刷成泥地，大會鋪設多塊膠板方便通過。但係又買咗飛咯，都估唔到咁大雨，微雨咁樣，一行過嚟都冇咁大，係過到嚟先至突然之間變咁大雨嘅。泥濘啊，草地啊，對，就是讓客人比較難走路。It's heavy raining, so the wet ground is really slippery, so that's why we worried about that. Yeah, when it's heavy raining, people doesn't come. 美國國務院話，伊朗伊斯蘭革命衛隊聖城旅已故指揮官蘇萊曼尼兩個喺美國嘅親屬俾聯邦特工逮捕，佢兩個女否認。根據美國國務院聲明，被捕嘅係蘇萊曼尼嘅侄女同埋侄孫女，指控兩人喺美國居住期間傳播伊朗官方宣傳內容，同埋讚揚伊朗新任最高領袖等。國務卿魯比奧話，已經取消兩個人嘅美國永久居民身份，被美國移民及海關執法局羈押，等待驅逐出境。蘇萊曼尼嘅兩個女都否認有親屬喺美國被捕。蘇萊曼尼曾經主導伊朗革命衛隊對外軍事行動。2020年1月，特朗普第一個總統任期期間，喺伊拉克首都巴格達遭到美軍空襲身亡。各位，一至最新消息，天文台喺下晝5點40分取消黃色暴雨警告信號。